點解我會夜尿多嘅？好多朋友飲少少水就頻頻上廁所，半夜仲會俾尿意谷上，一晚起夜3、4次，嚴重影響咗睡眠。呢種情況大多數係因為腎氣不足導致嘅。今日同大家分享2味各自補水飲嘅老方子啦，幫你改善夜尿多嘅問題。飲咗之後呢，你成晚都唔使頻頻起身噶啦。呢個老方子解決咗好多人嘅煩惱，成本唔使2蚊雞，人人用得起嘅。正因為呢個方法佢又平又靚又實用啊，約咗某啲人嘅利益。視頻我發咗幾次都發唔出去啊！好多民間實用嘅土方法就係因為好用又平，先至得唔到推廣。今日就算得1個人俾我點讚，都係我堅持分享嘅動力。用5克石榴皮、3克覆盆子一齊煲水飲，覆盆子有助於縮尿嘅，石榴皮就收斂固結。你先連續飲5日就停2日，之後再循環飲啊！堅持飲落去，你就會感受到明顯嘅改善噶啦。嫌麻煩或者唔知道去邊度搭配材料嘅，喺左下角有搭配好嘅成品茶包，你攞返去用滾水沖3、5分鐘就飲得噶啦。40包係個週期嚟嘅，希望能夠幫到大家啦。